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磊，欢迎走进周末的名家名篇专辑节目。在我们评弹界啊，凡是评弹名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而且呢，他们的艺术也会被人继承、发扬、流传下来。在我们这个名家名篇栏目中介绍的，不论是评话演员还是弹词演员，也都具有自己的个性艺术风格，或手表方面有一技之长的，或在弹唱方面具备非凡功力的。而这一切，我想也正是吸引观众朋友钟爱的原因吧。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将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家一级演员、立调创始人徐立先的高足张碧华。好，我们来欢迎张老师，欢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张老师来做客啊！好久不见，我看你气色还挺好。还可以。那张碧华老师呢，继承了纯正的立调唱腔，特别是在弹唱演方面，学习的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哈。那不仅音色酷似徐立先老师，形象也颇有几分相似，所以呢，很多观众在欣赏您演唱立调的时候啊，仿佛是看到了徐立先老师再现。那比如您学唱的立调经典开篇《黛玉葬花》，可以说是字字句句，包括过门，都展现出了立调的神韵。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来欣赏这首开篇，然后接下来再请您来介绍好吗？好的。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一片花飞剪却春，千金风雨苦伶仃。碧华出谷丽阴土，乐曲声中一丝人。心头一线。
斗酒自上去放人，内心空知不认。东向天涯雁，这奔天来为己去，离家天。斗你身，今在花路弄水在。张老师，您用丰富的音乐形象可以说生动地塑造了这个潇湘馆里的林黛玉。那张老师，我想请教您，您是如何来运用立调来演绎这首经典的开篇的呢？这节目呢，是你先生了一九77年北京上病子，但是呢，你还是大胆的创造了，加了古筝、扬琴、二胡等。搿几乐器呢，来烘托黛玉葬花当时的悲伤的情感。所以搿一桩物事呢，应该是蛮难唱，因为里每一句腔侪是不同的，每个弦歌们侪是不同的。我辣辣学搿个一岁练弹的辰光呢，或者对琵琶演子唱不出感情来，
所以我呢还蛮大胆的。像你来世活在运用了就是西中合并的乐器，就是大乐队的伴奏。演唱的方式方法上头呢，就是推器啊，包括那个情感啊，乃至于来讲当时领队乐的那个心情，因为你自家这个人蛮忧伤的，那么看见花落下来呢，你只觉得自家应该是面孔蛮标致，还像花着干，一直要落的。所以你想我那个花要长起来，你想着我那长花的辰光，将来不知啥人能够长我。要完成一个成功的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确实是必须要花很多的精力，是的，去揣摩它，去来演绎它。真的，我觉得这点真的值得我们年轻的这个演员学习。那张老师记得在80年代您曾经和蔡雪明还有这个蔡晓华联袂合作了一部长篇弹词，叫《赵匡胤》啊。赵匡胤播出以后呢，观众的反响很强烈。张老师用生动的音乐形象，成功的塑造了其中的很多的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播放的是一段张老师在《赵匡胤》中的一段选曲《惊魂》。花宫内起仓皇，幸残误诸兄弟亡。一曲惊魂似作经，书坛原可作公堂。我在是南王，君王同伤心，他们弟兄
情一生，历历在问我待怎生。那臣子名誉大谁真？夫妻恩爱养生，他分听兄心，这匡允家君王。后一曲人心，此句随身容，风衣不胜君，王儿深深痛，许动几处心，生死两难难待分，我为非随开龙大义葬花吟是继承了徐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品啊是，而这个《惊魂》是张老师您自己创作的，所以我想请问张老师，您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来设计好唱腔、唱好这段《惊魂》的呢？搿个一曲呢，是根据比如说你先生的节奏，你唱很多开篇当中从慢到快，从快到慢，是根据当时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就来做出个腔来的。惊魂后首慢，初杀之中两神之名，你写得不对着，当辰光写得不对呢，你就一下，那么搿句句子呢，我就突出个唱就快慢慢唱，惊魂。后来呢，就一连串的思想活动。我为啥拿这个中央去说的？神之名的人叫喊，我哪会得听信人家闲话，去努力杀的？你是皇帝的结拜弟兄呀，那么悔恨结交，那么当中呢，还运用了几句你先生的唱腔。当辰光是你先生跟了我身边来，你也听我搿一部书，因为你是吃癌症蛮严重的辰光嘛，伊就跟了我身边。那你也讲搿个一段唱腔，你这个运用的相当好。说过很多的长篇书目啊，你看其中有着《皇太极》，您是和司马伟合作的，在观众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呢，《夜访红尘愁》是这部书当中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啊。描述的是大禹儿施展美人计，来诱使明朝大将洪承畴归降大清。那张碧华老师在这回书当中啊，不论是说唱还是表演，都把大禹儿这个特殊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内心世界表演的是恰如其分。那我们还是先来欣赏一下。你是去归非心善，几个律法为民人。
想来让做英勇汉后，你大清早没在没法子。你们没有这样的福分。我奉将军，今年会跟于都山。中年54，不对哇，你为分岁了，那是中年54呢？都要最近吃下去，差不多的。话也对。60岁呀，分我们，哎呀，做人呢？为国尽忠，死而无憾。我奉将军，走走乃不与记载。大哥今年子，对，搿地方是海外，我辣马背上打仗辰光，拿牙分牙是吗？26年。哦，26年，真不得了啊！送马一生在家上。实讲说起来，你全部生是辣辣马背浪向度过的。我在奉将军。下儿女几个2个儿子，3个囡。灵儿身居在归房，那铃兰真不水穿，都得上要死一个3岁。谁要可杀个呀？现在我方是晓得，你将军上谕了，我一些当中为美渡江，跟我在龙府东站。你撇下儿女心太疼，不顾家妻，谁空啊？我你当心。人生是故，谁不是？轻松两字也是好，欣赏了我们这个《夜访红尘愁》之后呢，我们还是请张明华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如何来演绎好这段回路的。这一段唱腔呢，是因为大女儿要去求一个明朝的名将洪承畴，先用实力的方法，所以这一段里的唱腔呢，并不用悲哀。开头是搭的台阶上的形式搭的唱，那么到后来呢，是用质问一个口气搭的唱。所以这一段唱腔当中呢，应该是用各种构成大女儿的自己啊，为大女儿的勇敢，为大女儿的美貌，她是聪明，而且里应该是相当于文学水平的。非是你拿秋到红绳子为得头上来，是吧？那么所以我运用的是理念的，一般讲起来，以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发展的理念。因为台牛上火是神力的，你不这样的一个因子。
那我们电视书场呢，先后录制了几出张老师的代表作品啊，有和这个葛文谦老师合作的长篇弹词《梅花园》，是的，还有呢就是和司马伟合作的《皇太极》，以及和孙福书老师合作的《茅龙出京》。那这几部长片呢，都受到了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热烈的欢迎哈，尤其是《茅龙出京》格外的看好。那这部书的女主角是大家闺秀、官宦之女，叫刁楼氏啊。刁楼氏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性，但由于呢感情出错，所以呢毁了自己的一生。那其中有一段唱腔叫刁楼氏画供啊，那张碧华老师呢是唱出了主人公心中的一种后悔，还有劝人的一种誓言哈。那我们还是先来欣赏一下，一起来欣赏。第头呀，你12个人，10个人老后头不行啊，2个后头围住来，2房高山，各人1个人，你叫你阿爷拉心，阿爷什么？这个叫冷落鬼房。明朝50年前，冷落鬼房应该10个男人还要对责任。那么男人当我对他3分噻，我随手10分，其他3分为上7分。再想这个7分当中，还有人还要当我对他的。啥人嘛？王文啊，王文，假使你不咳出来，这桩事体我不会做的。女人妈妈呀，啊，我们让参军，归你啥的？啥人叫你拨了这样的两口啊？哪个为啥拿出来当我惊吓和怕啊？哎，我不想死的。你读书人啊，你蹲在这样的浪向，让看女人，你自家先是不有的语法规矩。哎，等我自家有一天啊，再去的3分，那么为上4分，那还有人还要对的的，啥人嘛？恶对鸟来，才是这个恶对法啊！老子讲上随手我比相思人少，你还以相处，我也不会得啥个啊！你当中抽不拢手，抽真阴险啊！一些什么，我往三公请得来看病嘛。一些什么叫过来吧，哪过不来嘛？出弟子是农场体这里翻过来，弟子的真的才是牛来出的。万一你娘娘发现真人，还是男的，也多杀你。难道我们2个头抽不拢手，弄该种气？其实我和人家随便都不过吧子，真正叫我哪做，我还是不人牛。不晓得你都拿上来嘛，让男人吃的啊，通奸谋夫。那个我的其实但是个真凶之女，你还要帮我对他3分噻？是讲起来，我为上1分子，这个1分还商量。老娘讲面子毛有毛嘛，我才不是气噻，不我才一啊，谁家谁得，我可以回到屋里向，想到该当，再吧，是地气，别来，娘娘也照顾。但是心里想，毕竟是比较难过。哦哟，娘娘家去，谁不定？
在于一战功必当得进，这个之兵，一挥而碎。大人，细水里。那张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对这段唱腔的设计呢？这段唱腔呢，完全是李典的发挥。因为你当时蛮悲，也痛苦，也是悔恨，也是感到自个三姑娘没这个得来。因为已经战功了嘛，下功了嘛，那么所以自个也死。那么你想想我出身这样好，那第这个男人也是这样好，自个最初这一步，还是这个男人，现在自个也死，这个心情是错综复杂，不得了。那么震撼的就是适合李典的唱腔，大师发挥那个感情，所以呢，搿里向呢，我也运用了李典的一个唱腔设计，也唱第二是当时辰光，第一个是悲哀，搿种憋落下去啊，像千斤重这个，但是你牙齿硬硬没办法，伊恨自家，你反去恨别人，恨你自家，是你对不起男人，对不起人家，啊啦，那么今朝要化化功呢，就是要死着，所以当时的心情是应该是适合李典唱，我觉着李典唱出来的既是美，不是来心这个哒哒哒哒哒，一口气唱的，应该要美的，你个思想不同，不上快的，是吧？你是美美这个啊，叫我武功在。那么你就看见这张纸头，这张纸头三个样，啊的一张白纸三个样扶上去，这个要中我记着。我只要一下功，马上就破死。啊啦，还有啥子男人嘛？所以你悔恨结交。当然了，唱搿段辰光，我记得了上海湘阴市场，我也唱搿一段。当时呢，我特别得意着，所以唱得到以来呢，眼泪出来着。搿一段下来呢，就博得了大家的。这个热烈的掌声，所以我觉着是我来自个李典唱腔也好，包括是一切的掌声也好，这个真的侪归功于来自谁的谁，所以这个呢，侪是你先生你创造了李典为你平台的青年人啊，包括后代啊，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财富，这是用之不尽的。那我想你也会把这些财富来传承给你的下一代。那这个是我应该传承了。像你先生后头个是吧？先生授给我，我还应该授给下一代，让李典呢代代相传，永远不灭。谢谢，说的真好。谢谢张老师，我们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碧华老师来我们演播室做客，谢谢。我们在这里也代表我们书迷朋友们哈，祝您能够身体健康，艺术。
青春常驻。欢迎上来坐坐啊！谢谢。好，观众朋友们，这一期的名家名篇呢就到这里了。下周6的名家名篇赏析，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胡国良弹词艺术专辑，欢迎您到时收看。好，观众朋友们，再见。观众朋友，再会。